我哋喺 Year 3嗰陣啦，一齊參加咗一個由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所舉辦嘅 Smart City AI Contest 比賽。咁我哋個項目名咧係叫限速信號發射器嘅。咁其實佢咧係以 Smart City 為主題啦，咁設計一個創新系統。咁我哋嘅系統當中咧，運用咗物聯網啦，即係我哋俗稱嘅 IoT、大數據啦，同埋人工智能，即係 AI 啦，呢三個技術啦。咁其實佢哋會根據路段、天氣同埋時段啦，咁進行呢個動態嘅調整限速嘅。咁例如啦，喺落雨啦同埋交通嘅高峰期，系統咧係會透過道路感應器啦，收集溫度、濕度同埋光度呢三個數據啦。經過 AI 進行分析之後咧，佢每200米咧就會廣播指令去到車輛入邊嘅，咁就會強制降低車輛嘅引擎功率啦。咁我哋希望預計可以減少事故率咧高達40% 嘅。其實比賽過程入面咧，我哋都遇到好多挑戰嘅，例如會有唔少嘅專業人士啦，喺技術或者係法律層面俾一啲實質嘅建議我哋，甚至係問題添，幫助我哋去思考翻成個 project 嘅可行性。咁呢啲建議咧都促使我哋可以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咁樣去完善翻成個 project 嘅。我記得咧曾經試過同組員有意見唔一致，咁導致到團隊喺諗法上面有啲分歧。咁但係最後都可以能夠好順利咁樣完成到項目啦，喺比賽入邊脫穎而出，最後仲攞到 Best Award 添。但係我覺得更重要嘅係，我哋都獲得咗一次好寶貴嘅經驗，可以實際應用到由課程入邊學到嘅核心知識同內容，將理論印證到去真實嘅情景入邊，既同同學創造咗難忘嘅回憶，又拓展咗眼界，仲印證咗成個課程嘅實用性添。我覺得喺準備比賽嘅過程入邊啦，CityU 都俾咗好多嘅 support。咁比賽初期嘅時候，我哋有問過教授啲意見，佢哋都好樂意去付出呢啲時間，同我哋討論、探討各種可行嘅想法。呢啲指導其實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寶貴。除此之外啊，我哋都好感謝 SYE 嘅 support。咁喺比賽初期嘅時候，我哋就突發奇想，要製造一個初號嘅模型，去用於之後展覽嘅演示。咁呢個演示可以好好嘅表現出我哋嘅想法。好彩有 SYE 嘅支持，我哋先可以喺學校借到呢啲零件，實現到我哋嘅想法。另外 CityU 一向十分支持並鼓勵學生發展創新科技，亦經常 send 一啲關於校外比賽啊、workshop 嘅 information 啊，鼓勵我哋參與。呢啲 support 對我哋嘅團隊嚟講係必不可少，我哋嘅團隊由衷感到感激。其實喺 SYE 學到嘅課堂知識啦，就唔單止喺比賽上發揮到作用嘅，仲可以提升我哋職場嘅技能啊。譬如啦，我而家修讀緊呢個智能製造工程，即係 ITME 呢個課程啦，唔單淨係學習機械或者係設計嘅，佢係融合咗人工智能啦、機器人、自動化、物聯網同埋數據分析等唔同嘅領域啦。對比起傳統嘅工業課程啦，其實 ITME 呢，佢更加貼合咗現代工業4.0嘅發展方向嘅。佢具有前瞻性啦，同埋實用性啊。課程內容啦都好全面嘅，由基礎工程學啦到智能系統啦都涵蓋得到，可以訓練啦我喺唔同層面上嘅思考啦同埋解難能力嘅。特別係學科啦，佢強調創新設計啦同埋實際應用。等我覺得自己唔單止學緊理論啦，而係學習點樣利用科技啦去真正咁改善工廠嘅生產流程同埋企業嘅運作。課程最吸引我嘅地方係去強調學以致用，另外喺不同方面都有顯著提升。課程安排從 Year 1開始的基礎工程知識，到目前 Year 3嘅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應用都非常系統化，讓我們能一步一步建立技術與分析能力。例如喺 Integration Block 入邊，我哋都利用 IoT 機械人同數據分析技術設計呢啲智能製造系統。呢啲唔單止訓練我嘅技術能力，都加強我嘅邏輯思維同團隊合作。透過 Lab、Engine 嘅工作坊同埋實習，我可以將呢啲課程知識運用於真實情境中。同時，課程都培養我哋嘅團隊合作啊、溝通同解難能力。呢啲喺未來職場中都非常重要嘅 soft skill 嚟。SYE 都提供一啲比賽同 intern 嘅機會，令我可以喺真實嘅環境之中應用所學。整體嚟講 ，SYE 嘅訓練都好好嘅，令我結合 engine 同埋數據嘅思維，為未來投入一個智能製造或者科技嘅 industry 入邊打下一個堅實嘅基礎。
其實咧喺 CPU 讀書嘅3年咧，我哋嘅 U-Lab 都算幾豐富嘅。學校會定期搞下聚餐、site visit 呢啲活動，促進關係，咁令到我哋成班 SYE 嘅同學仔咧都相處得好融洽。唔單止同學之間啦，師生之間嘅關係都好好。我哋成日會同教授傾偈啦、講笑啦。咁當然上堂係認真嘅，但係課餘時間咧，啲教授都好樂意解答我哋嘅問題。例如我哋會同教授探討下畢業之後嘅發展方向。咁教授亦都會同我哋分析翻而家嘅工作市場環境咁樣。咁而 SYE 咧亦都俾咗好多資源我哋啦，例如喺實驗室獨有嘅一個 production line， 一個生產線模擬器。咁我哋可以親身咁體驗到一個生產線嘅運作啦。呢啲嘢咧對於一個未來嘅工程師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同體驗嚟嘅。